中國人咧就零舍多避忌㗎，嗱，好似未入伙嘅屋企咧就要叫做吉屋啦。新年嘅時候咧就唔好攞掃把出嚟掃晒財氣啊嘛。燈籠咧就絕對唔可以係藍色㗎。咁遺燭咧就要叫做平安紙。嗱，老人家聽到一定會猜嘅一件事咧，就係年青人咧立下平安紙啦。只不過其實而家時代唔同咗啦，好多年青人咧都一定要買人壽保險，保障一個萬一啊嘛。咁而關之琳喺呢方面亦都非常之開通㗎噃。芝芝話佢20歲咧就立下平安紙㗎啦。唔知係咪享受無拘無束嘅生活，所以個人都零舍開通呢？好耐都冇喺香港見到佢嘅大美人芝芝關之琳啦，原來佢去咗法國旅行啦，咁仲喺法國咧 shopping 大出血。咁呢日出席一個護膚品活動嘅時候咧，芝芝仲以一身法國嘅清新打扮出現啦。芝芝剛剛由法國度假翻嚟，真係容光煥發啦！佢近日經常翻內地工作，今年就破晒紀錄，拍咗17個廣告，仲打算喺內地買樓投資添。因為成日北京啊做嘢，咁都喺北京啊、上海啊都買咗樓啊，係咪啊？係啊係啊係啊嚇係啊！因為我經理人公司喺北京，咁我自己亦都幾中意上海、北京同埋，因為好多時會經過呢兩個地方，咁所以我會。即係我睇到啲屋有衝動就買咯。有傳內地近日受到恐怖襲擊嘅威脅，芝芝就話一啲都唔擔心，因為佢一早經已立咗平安紙。如果真係俾炸彈砰一聲炸死嘅話咧，都幾爽咁話。哇，芝芝你咁豁達嘅性格，真係佩服咗你啊！咁對於有報道話芝芝前男友王家樂有新女友，芝芝又係唔係一樣咁睇得開咧？我當然是恭喜他，如果他有女朋友，如果那個消息是假真的話，我當然是恭喜他。那其他的，我覺得這個要給他一些空間吧。他也是一個，雖然他也是個藝人，但是給他一些空間，不要再把我的名字跟他扯在一起，因為他也我覺得我對他不是太公平嘛。而近日圈中女星相繼傳出懷孕嘅消息，芝芝你又有冇考慮生翻個 BB 玩下先？咁最近咧嗱，香港啲新聞啦，好似阿飛啊，即係好似有傳君如啊，都有 BB 啊，關詠荷啊，好多，即係會唔會令你覺得啊，即係都會有衝動咧自己？我呢個衝動要好大嘅決心，好大嘅責任啊！我諗即係祝福佢哋啦，當然係恭喜佢哋啦。咁但係我自己我諗。暫時呢刻冇咯，我唔知聽日啦，我唔知啊，真係唔知。我覺得唔可以講一啲好肯定嘅嘢咯，係嘛？咁所以等佢哋開心啦，當然。而雖然近年淡出拍嘅電影數目又唔多，但係對於影圈嘅一舉一動依然十分關心㗎。咁講翻啦，即係今日仲啱啱舉行咗，咁郭富城啊同埋舒淇攞咗影帝同埋影后，你都知道嘅。係啊，今日睇到啊，係啊，即係覺得好高興。高興，好戥佢哋高興。佢兩個攞到獎係實至名歸咯，咁即係戥佢哋開心，真係嚇。